乡亲友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1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大高线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也就是大清水磅坑甲引文磅坑之间的明磅坑。昨半暝啊是发生大面积土石向放落来意外，即嘛影响交通，两边的路拢未通。初步清查加载无车过，所以无人受伤。若今日透早才会开始抢修，按算1月15下晡5点才会抢通，所以这段时间有拍算要行这段路的车主爱改路行，无就爱坐火车。石头放来路未通，苏花大高线159.3公里，大清水磅坑甲引文磅坑之间的明磅坑，11暗11点外，因为雨连续落几落天，磅坑顶的石头放来，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林水磅坑到总德路段由防锁线管制，人甲车拢无法度过。目前台九线景文隧道跟大清水隧道之间因连日下雨至于坍塌，现在由警方跟服务段协助排除之中。气象局伫咧10月针对花莲地区发大雨特报，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有可能有局部大雨或土石松动，造成大面积的崩山。初步清查是无人受伤，也无车掉伫咧内底，即嘛继续伫咧清除。也毋过气象局提醒，今仔日华东地区要来注意局部低降准雨。受到比较偏东到东南风的这个空气影响，我们台湾的迎风面仍然是会有一些降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的，但是降雨主要会发生在花莲跟台东地区。半暝向向无有警双向拢封起来，车无法度过，开始塞车。公路总局请引路人配合管制，换行南回公路或者是改坐火车，因为落雨天势搁暗，就等今仔日天光了，才有法度评估抢通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抄论文，去互调查局调查官易正宏提出告诉。昨昏台北地方法院有开庭，林志坚有出庭，强调伊无抄的动机，所以无认罪问题。那易正宏的委托律师是用论文比对的结果，主张林志坚就是抄人的。也国安局的局长陈明通，林志坚的指导教授是有伫立法院替林志坚画冤枉。您个人也认为是个案吗？谢谢。这拄到车就防围的，面对媒体直直问，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无回答，发生论文争议甲打，伊第一摆出现伫法院，伫法庭内面，伊坚持无抄袭的动机，都无认罪的问题。国安局长陈明通前一天嘛伫咧立法院替伊画冤枉。那个林志坚这个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冤案。因为论文风波，林志坚是开记者会，把论文的事实拢讲个清楚，引起调查官易正宏的不满，因为对方是咧带风向，为了捍卫清白，自首提告违反著作权，才被开庭，双方开始激烈的攻防。我们不认为台大学伦会的审定的报告有证据能力，理由是学术伦理对于抄袭的标准跟侵害著作权的标准并不一致，思想概念是抄袭，违反学术伦理，但是不侵害著作权。这场台大学伦会调查的结果是无证据力，林志坚的辩护律师搁登去批评易正宏无经过授权就引用民调，才是真正侵害著作权。甚至讲易正宏若提告，检察官根本就袂起诉。易正宏的律师团是反击讲，两个论文来比对，有33个所在会使讲完全拢相共，但是易正宏有引用注解，但是林志坚真侪所在拢无。林志坚先生在法庭上公开宣称他是受害人，他认为说自诉人操弄媒体，要试图影响新竹的选群。各位听起来不觉得这个说法很荒谬吗？对，我们其实是他选举无端的受害者。那他现在倒果为因，当然也会对公务机关里面任职的于正煌产生一些压力。易正宏初10半暝传出伫咧面册发文，讲即嘛是党联合公司要甲攻击吗？佮唱声讲家己袂阁较歹啊，要战倒来，互外界认为讲这和考绩有关系。对这新竹市的调查站，即嘛是讲暂时无要回应，但是开庭开了，易正宏的律师团就甲北检加告林志坚加重诽谤。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争议，这是原联会的主委谢晓星，伫去年10月份的时，防指控涉嫌对女员工性骚扰骗术。行政院调查了后，即马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认为伊的言行确实是无啥妥当，有影响公部门的名声，所以对1月11日开始免除职务，嘛移送监察院去调查。谢晓星知影这个结果了后，已经请辞。原联会主委谢晓星去年10月被逼出涉嫌性别骚扰甲欺负女部下，催名女性立委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谢晓星请假暂停职务接受调查。行政院组成专案小组，约询15位原联会职员甲谢晓星了后，第11认定谢晓星涉案情节重大。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伊的不当言行影响公部门的名声，直接起免职，以上监院调查。谢晓星知影调查结果了后，在伊早起就提出辞呈。院里面有先跟他稍微口头的讲了一下，他为了不让院里面的长官跟执政团队造成困扰，所以说他就口头表示请辞，然后今天早上已经把辞呈送过去了。专案小组调查，谢晓星3年秘书也是机要时，也有部属工作配置甲请假时会因为性别有差别的态度，而且对待部分的女部下会过度来接近，用身体接触，甚至评论女部下身材化妆，违法的事实明确。就是的确在这个政绩上，尤其是作为一个部分的这个主管，应该要更小心。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是他的个人行为，其实是整体对性平观念都非常的薄弱。到我们大家联名要求他只接受调查，他才辞啦。现在裁决的结果出来，现在我觉得是很必要迅速的完成。谢晓星的案件爆发了后，监委叶大华、王美菊已经申请主动来调查，对在伊是不是利用权势性别骚扰女部下，也是欺负部下。这个案子我们在10月5号就已经进行立案调查了，那也知道行政院调查中嘛，那现在出来我们会来一并做参考。原联会是表示，未来强化性别骚扰的防治意识，通盘检讨原联会性骚扰的申诉调查处理要点，并且把性别平等教育训练列作重点，以案例方式提升拒绝性骚扰意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的温度会回升，那明仔载温度会比今仔日更较悬淡薄啊。西半部拢是一云到好天的天气，有出日头的时会感觉那亲像是春天来啊，无就是有小可热天的感觉。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受高压回流的影响，中南部高温是超过30度，那北台湾的高温嘛有28度。西半部伫今仔日是一云到好天，东半部有局部阵雨。不过今仔日空气品质无啥好，嘛到大蒙。拜六的时会受锋面接近的影响，开始变天。拜六暗到礼拜日的早起，锋面通过了后，后壁搁有冷空气会入南，强度可能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级数，所以温度会开始下降，而且降真济，甲这2天是差真济。后礼拜一、后礼拜二温度搁较低，中部以北、东北部一寡较快的所在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低温有机会是可能会剩无10度尔。到小过年暝甲围炉暝，拢是这款冷冷寒寒的天气。继续关心自2043年才拄开始尔，美国西岸加州即马是接落大水雨，有受灾害。那去年底美国伫亚旦节迄搭斗嘛有拄着暴风雪。气候反常，即马根据联合国引用救援组织的统计，全世界2021年因为气候反常、气候变迁造成的天灾，百种10命的事件，平均的损失拢超过美金30亿。2022年12月底，扫对美国东岸的暴风雪，互真侪人的圣诞假期是过甲真艰苦。也若欧洲无正常的高温，地处严重的可旱，毋若瑞士出世圣地无法度经营，农业的生产嘛怎冻点？佮加上世界伫发生的森林火灾，互相对较富裕的欧洲，伫气候变迁的情形之下，嘛是强要制裁袂调。Climate change is making these extremes more frequent and making heat waves more intense, and it's really striking what we're seeing across Europe at the moment. And it's showing us also the vulnerability that we have, even in relatively wealthy parts of the world. 因若伫大西洋另外一边的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嘛伫年初的记者会发表真类似的看法。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continue to increase. Since 1980, the number of days between billion-dollar disasters on average has dropped from just 82 to just 18.
More Americans in more places are exposed to risks from climate and extreme weather, from hurricanes to wildfires to drought to coastal and urban flooding. 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引用基督徒救援组织的统计报告指出，2022年损失上较严重的前10大极端气候灾害，平均每一件损失的金额拢超过30亿美金，其中59月份的伊温季风，都造成1000亿美金左右的损失。因若这敢若是有保险的部分，若甲无保险的加入来，金额会悬真济。报告内底还佫讲，较富裕的国家灾害保险较普遍，因若散车的国家就减真济。可比去年热浪巴基斯坦的大水灾，估计损失的金额就超过300亿美金，其中有保险的敢若56亿左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巴基斯坦灾后的重建就需要160亿美金，目前已经募到差不多90亿。公司新闻，齐家进编译。虽然咱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经院经济所副研究员杨祖定，甲正大台湾研究中心的团队分析到偷菜的人这资料，发现得奖奖金超过100万以上的人，生囝意愿嘛较悬。得100万以上的人，会比得1万块的人，伫得奖一当后生囝比率有悬出7%。若是得1500万以上的人，得大奖的人生育比率是搁较悬，比得1万块的人悬出25%。来关心联合报，民进党台南市的议长邱年利甲副议长林志德，昨昏是来到台北接受民进党中央廉政会调查。民进党廉政委员会是这么表示，廉政委员会已经决议，总讲因的侦查规定了后，有妨申请羁押，也是尾互法院裁定收押，就会处罚会停权3档。来关心《中国时报》，为着要让10年以上的旧车换的速度会当变较紧，环保署即马是开放大型开发案，会当去收空气污染、甲温室气体，甲政府来交换来换钱。真像是伫科学园区，也是产业园区，大型的开发案内底，因会当去收买空气污染、甲温室气体来换旧的老的奥多麦，一般来换。一般人换是2000块，若是由开发单位收来换，会当领到3500块。继续关心，主计总处有公布1月份至11月份，实际的经常性薪水是41345块。不过这是年减0.11%，显示薪水也是负成长，而且已经连续2档，实际上咱的薪水拢是求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无减少，所以过年前物价是愈起愈凶。一块鸡排总共是叫外卖外送下来，一块要95块，即嘛是比一粒便当也搁较贵。所有鸡排，真侪人拢真爱食。不过最近有网友铺文反映讲，一块鸡排价格竟然爱到95块，真侪人骂讲一块鸡排竟然比便当还搁较贵，互民众感觉万行招起，都是薪水无起。通膨吃掉是一点啊，但是认真讲，光像我们自己连想存钱都不想存，根本买房买车也不用想。是有觉得薪水涨了，物价也跟着涨。来做鸡排业者发愿望，因讲目前全台湾门市的价销也是180块。网友讲的价销应该是外送平台价销，不过毋但是鸡排价销传出起价，就连自助餐厅的业者嘛对物价大起感受是真深。以过年前这一段期间呢，是最辛苦的时候。往年我们都没有遇到这种说涨幅这么大的时候。即嘛新正特别高啊，嘛是民生需求的大月。根据农委会统计，过年前的2礼拜大卖价销，目前菜色是起46%，果子起6%，猪肉甲鸡肉嘛起1成以上。咱那鸡卵的价销是起超过2成。11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去年1月份至11月份经常性的薪水是44371块，年增2.86%，创下22年来同期起上济。不过扣除消费者物价指数了后，去年1月到11月实际经常性的薪水是41345块，年减0.11%。受到 CPI 在111年3月开始，物价部分超过3，所以造成我们在111年从1到3月开始的实质经常性薪资的年增率的部分，才开始是呈现一个负成长的状况。经常性薪资跟 CPI 年增率的一个成长那今年都是会同步的比较往下。咱去年11月份的制造业受到全球景气甲需求疲弱的影响，加工时数一个月减0.3点钟，年减2.7点钟，呈现连续5个月负成长，嘛引起外界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你要过年啊，去买年货也是包红包，即马钱的流通会较大。不过最近咱全台湾拢有出现假钱的集团，使用编号 HR 也是484268XD，这1000块的假钱在市面上流通，真侪生意人即马拢已经受害。中央银行即马是提醒大家，爱摕到钱的时一定爱斟酌看，爱望看卖，因为真的假的一望就知。要我过年办年会人嘛变多，但最近全台所有假钱流入市场，若看到1000块顶悬的号码 HR 484268XD 就是假钱，是有人影印还是咧印做的？最近伫真侪所在流通，就台北的年会大家商家就讲，因拢会互相提起注意。咱的店家拢大概用的防伪线看者啦吼，无的第二个方法就讲店家拢有电钞机拢有过电钞机过。中华街商款理事长表示，今年因300挂单拢刷电子支付，减少提钱造钱的风险。中央银行嘛表示，最近的假钱制作的手法真粗，真少甲看会发现无水印、甲稳状字，模模的嘛通分别。因为他那边他有明显的印了一些，比如说是玩具银行啦，或者玩具印制厂啊等等这些，他就是要规避说他有这个制造伪钞。透过光线，纸票倒平会看到浮水印。中央银行的变色鸦片嘛，有甲民众认真假，嘛因为网络真侪大细群组提醒，引起警方的注意。婚林地检署嘛发新闻稿表示，最近检警调组成专案小组已经抓到2个嫌犯，嘛扣押60张的1000块假钱，甲行动电话等证物。嫌犯嘛有法院裁定羁押，会阁各带侦办关头。记者梁文珍、准由台北采访报道。国际新闻，咱先来关心美国联邦航空总署飞行公告系统是停机小岛，造成全美国的空中即马交通大乱，一直到11个下晝9點，拢还未完全恢復。伫東華，大約有1200個航班互取消，嘛有超過7800個航班滿分。白宮一開始是表示講無證據顯示講因是受到網絡攻擊，不過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要求要調查清楚。美國非洲的奧蘭多機場已經坐起啲飛機頂嘅人客，佫被請來。I saw the captain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 cockpit multiple times, addressed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 computer issue from the FAA that was nationwide.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嘅飛行公告系統 Norton 發生史上第一名過獎嘅事件。美聯社報道講，這個系統隨着按8點2倍過獎，各地機場嘅飛機喺地面停幾多點鐘，幾多千航班取消滿分。航空總署下令暫停所有國內航班，國外航班也受影響。I just spoke with Buttigieg.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cause is. Phone report directly to me when they find out. Aircraft can still land safely, just not take off right now. 要下修好了，停飛令取消，也毋過影響有限的。根據航空分析公司瑞士為資料，按算10月有超過21000個航班起飛，大部分攏是國內航線，差不多1840個國際航班要飛美國。芝加哥、洛杉磯、紐約加亞特蘭大機場有30到40%航班被遷掉。We do not have evidence that this outage was caused by a cyber attack. 飛行公共系統是專門伫咧負責通知，譬如講起飛進前，飛行員甲航空公司調度員要互相確認飛行重要嘅資訊，包括天氣、跑道關閉、有焦慮嘅危險警告，或者是附近承受時間嘅障礙，甲其他可能影響飛行嘅信息。已經是電話系統即馬改做網絡。Overnight, they were able to keep planes taking off using a backup phone system. But as more and more flights started getting into the system, by Wednesday morning, that system got overwhelmed. 美國航空界之前就人認為飛行公告系統傷過舊啊，應該要換掉。不過在過去，這項系統也個算正穩。這邊故障發生在聖誕加跨年旺季了後，也是往年飛行的淡季。不過航空公司講，這麼坐飛機旅行的旅客已經慢慢要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準，需求正大。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嚟關心日本首相菅義偉11日時和英國嘅首相蘇納克喺倫敦有簽署一項防務協議。這項協議頂頭是允准兩國嘅軍隊會當佇對方嘅領土頂頭來部署，要來應對中國喺亞太地區愈來愈大尾。英國嘛是頭一個甲日本簽這款協議嘅歐洲國家。那中國外交部是對外回應講，中國無想要安怎，唔免甲中國想做是敵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英国首相苏纳克最近行入去伦敦塔，两个人10月见面了后，签一份互相准入协定。这项协议准日本甲英国伫对方的领土部署军队，应对中国伫咧亚太地区的扩张，也有对台湾动用武力的威胁。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on many of our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ims, not least the new partnership we have to develop a next generation of fighter combat aircraft, but of course the CPTPP accession, which is important to us and our two countries, and deepening our engag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英国甲日本拢甲中国看作是亚太地区的挑战。英国首相官写的新闻稿讲，这份协议是双边安全合作的重大里程碑，重要性会当摕来甲两个国家1902年签的英日同盟协议来比。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中国是各国的伙伴，不是挑战，不应该制造假想敌。中国是各国合作的伙伴，不是任何国家的挑战。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不应制造假想敌，更不应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亚太地区。这是日本第一遍甲欧洲国家签防务协定，也是伫澳洲了第2个签署这类协议的国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希望甲苏纳克进行更加侪战略讨论。岸田这马人正伫咧国外进行1礼拜访问，拜五会伫美国白宫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那美国前总统川普落任了后，有甲济机密文件炸登去伊私人的徛家，落尾拢互抄出来。即马现任的总统拜登嘛，标出一款歹代，讲伊伫副总统落任了后，甲一寡秘密文件炸去伊私人的办公室。CNN 即马就报讲，互吹到的机密文件有10件，那内底内容有牵涉乌克兰、伊朗甲英国。拜登伫拜日时有对外回应讲，其实伊唔知影有这文件伫伊的办公室，伊嘛无清楚内底内容。即马这物件拢已经函予国家。那川伫网络顶头嘛口说这件代志，讲联邦调查局敢唔免去调查。美国政坛阁传出私藏文件的风波，总统拜登找到红标出讲，伫个宾夕法尼亚州的私人智库办公室，找到真侪份伊做副总统期间的文件，其中有10份是机密文件，内容和乌克兰、伊朗和英国有关系，拢伫2013到2016年。But I don't know what's in the documents. My lawyers have not suggested I ask what documents they were. I'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hey'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o the archives. 拜登车集是否认伊进前就知影，强调已经主动行动去。但是这文件去年11月初2就互拜登的私人律师发现，迄当阵是美国其中选举进前，但是消息一直到这礼拜伊才公开。美国官员卸任了后，若无经过许可，袂当家己甲政府的文件摕走。前总统川普伫去年8月，就因为甲机密文件放伫私人的徛家，海鸥庄园，互联邦调查局 FBI 大动作来调查。但是川普讲这是司法部的政治迫害。共和党人嘛拢真反弹，今嘛拜登嘛传出文件争议是真危险。If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 president knowingly violated the law, that President Biden knowingly violated the law, there will be no criminal prosecution. 美国司法部即马已经派检察官来调查，后壁嘛会决定敢会开始全面的刑事调查。外国媒体分析，两个人状况无同。首先，伫拜登办公室发现的这文件数量无侪，而且是团队主动通知搁行动去。但是，川普摕走的文件是有几千份，其中红的足机密的有几百份。国家档案馆是真侪摆拢要求伊先转来，但是川普拢无积极来回应。对拜登的文件争议，川普搁发文甲口说，爱 FBI 嘛去查。拜登的徛家，种疑共和党的人是质疑讲，司法部和 FBI 是相同标准，拍算对拜登的文件问题另外审查。公司新闻7万0编译。来关心法国政府伫拜日时有对外宣布，伊要进行年金改革计划，要甲目前62岁退休的年纪延后到64岁，希望会当改善即马退休年金财务的状况。然而，这个消息一出来，遂引起法国全国的反对。工会嘛已经对外放调讲，后礼拜伊要发动罢工。那左派甲右派嘛已经表态，无支持政府这项计划。就算有真侪反对的声音，法国政府初10还是宣布未来劳工退休的年岁会为62岁延到64岁。为2027年开始，劳工爱做工课满43年，才会当领到专业的退休金。Car derrière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il y a la situation de millions de travailleurs. Un système juste, c'est permettre à ceux qui o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tôt de partir plus tôt. 法国政府原本按算退休的年岁延到65岁，不过受到工会强烈的反弹，因若妥协了后的64岁，工会真明显嘛不爱接受。Suite à l'annonce de la réforme gouvernementale, toutes l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se sont immédiatement réunies pour construire une réponse commune de mobilisation interprofessionnelle. Celle-ci prendra la forme d'une première journée de grève et de manifestation le 19 janvier 2023. 法國政府發年金的改革已經花足多年啊，當地退休金的支出已經達到經濟產出的14%，根本就趁袂富用。因若甲其他歐洲的國家來比，都要滿67歲或者是68歲才當退休。法國目前62歲已經算低啊。馬克宏2017年上台時陣，就將年金改革看作是重點政策。不過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暫時凍點。而且伊強調講，改革是一定愛做。不過法國拄好拄着通貨膨脹，物價大起，生活已經真歹過。這個時陣，閣要延後退休，是真好得到民眾支持。Ça fait des années qu'on en parle et ça fait des années qu'on fait des réformes et je pense que c'est pas la dernière. En tout cas, je pense que ce qui est important, c'est que le caractère de pénibilité et puis les carrières longues soient pris en compte en fait. On ne peut pas prendre en compte tous les métiers de la même façon en tout cas. 最新的民調顯示，5%是法國公民反對64歲退休。改革法案抑閣要送國會來討論。因為馬克宏的政黨目前在國會無絕對多數。都要靠右派共和黨的支持，才有可能會過關。左翼甲極右派的政黨嘛已經表態反對。公視新聞，徐婉玲報道。今仔日國際上抑個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同齊來看世界。美國已經對外宣布，伊要甲 COVID-19 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延長到4月份。世界衛生組織有俄羅美國對抗變種病毒公開透明。也毋過即馬嘛批評中國嘅官方，因嘅數字攏無反映實際狀況，要求中國愛公開，嘛愛對外正式講出中國目前嘅情形。來關心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對路透社時表示，美國總統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時會舉辦峰會，喺會中因會討論國際安全議題、甲全球嘅經濟議題，嘛有可能會討論針對中國半導體管制。會談結束了後，對個這物件攏寫入去強化兩國同盟嘅聯合文件。來關心美國 CNN 有報講，巴基斯坦有2個查某囡仔失蹤去。一個是13歲，一個14歲。警方佇因兜攏有抄出一本日記，頂頭有寫講，因想要去韓國去找 BTS 的明星。這個線索去找，真正離因兜1200公里的所在，找到這2個查某囡仔。鏡頭甲轉來咱國內來關心疫情，咱國內昨昏是新增加25245個本土病例，死亡有46例。若上細漢的死亡個案是3個月大的一個嬰，因為咱國內疫情即馬有壓懸的趨勢，有醫生就表示，最近隔離病床有較晏，有一個本土病例，伊得到嚴重的肺炎，愛插管愛治療，也毋過並無隔離病床，只有轉去一般的普通病房。針對這款情形，疫情指揮中心是對外表示，目前咱全台灣病床的數量分布確實是無啥平均，會討論看敢愛檢討。新冠本土疫情繼續拖，11拜三是增加25245例本土病例，中當增131例，死亡46例。其中較少年的死亡個案是3個月大的查甫翁兒仔，伊無慢性病史嘛無注過疫苗。12月30日佇厝內昏去，送病院去急救，同款是死亡。PCR 採檢是陽性確診。醫師發文警告，即嘛是欠隔離的名床。真正本土確診的病人是發生嚴重的大病氣插管嘛，艱難當轉移。醫療的量能呢開始越來越緊繃了，因為最近確診的人變多了，重症的個案也變多了，所以各醫院呢漸漸有一些隔離病房不夠用的情形，甚至的負壓的隔離病房也不夠用。整個台北區這2天其實數字有略降，只是它全國分布不均啦。國內確診數一直落袂落來，專家提醒，過年期間有親戚朋友對國外返來台灣，若照新加坡的模式來算，國內第3波大流行的高峰應該是伫初2還是初3，尤其唔捌確診過的民眾就是高危險群。第3波的疫情的上來，事實上來講很清楚可以看到，
大多数都是在前一两波，事实上没有被感染过的，还是占比较多数。因为今年的过年连假受10天之长，大多数基层的诊所和药局都休困，为着避免民众拢客伫病院的急诊，专家嘛建议中央应该较紧公布过年期间基层诊所当时有开的信息，方便民众线顶看病和摕药啊。民众伫厝内上好嘛准备快筛剂和退烧药啊，有需要就会当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来关心高雄有一个23岁的查甫囡仔，姓李的查甫囡仔，伫顶年伊伫麦当劳高雄一心店做临时工，伫半点钟内伊是搬超过1栋的马铃薯条，而且伫冷冻库出入入，搬到尾啊，伊全昏迷，赶紧送病院，也毋过急救了后，也是不幸过往。落尾，伊的爸母是认为讲公司有欠点有所付，所以要求爱赔偿1000多万。高雄地方法院即马认定公司有过失，所以爱赔家属472万。寄货的马铃薯条分装才送到人客手中，也未钱进前爱放伫冷冻库。高雄一个23岁姓李的查甫人，昨年伫麦当劳做假日工读生时，半点钟内底出入冷冻库真侪摆，搬完1点1栋的马铃薯条加马铃薯饼了后，脑出血送病院，大医4个月个了后死亡。法官依据高医的报告，认定麦当劳无监督，伫冷冻库工作应该穿着防寒的衫裤，7成锁死，而且查甫人无依照规定穿防寒的衫裤，也3成锁死。审判麦当劳爱赔472万外。认被害人于病发当日暴露冷热温差次数共48次，低温暴露时间约29分14秒。依其情形，认被害人之疾病为过负荷所致之职业相关疾病。对于劳工暴露于低温环境，应自备御寒衣物，并使劳工确实穿着，同时要保持干燥。台湾麦当劳回应表示真遗憾，并且就判决书内容建议无方便表示意见。不过医师提醒，出入冷冻库时，血管为了避免体温流失，会被接来收缩。无清好烧，强加血管塌掉咧，引发中风，也是向容死去。其他的冷冻程度业者也有家己有效的做法。整个血管收缩的太快，那你一出去一进来，它可能还来不及反应，它血管还是一直持续在收缩的。获得摆放位置正确或是不凌乱都整齐的话，我们人进去里面拿的速度够快，我们也要减少在里面的作业时间。较袂到零下10几度的环境，业者讲，除了以当机具搬物件，并且会伫顶面装暖气保护员工以外，也会缩短员工停留的时间。上个重要是一定要求当人爱穿厚衫，莫要寒着。记者综合报道。那伫新北市，伫民国109年开工的安溪轻便铁路，伫今年嘛会当通车。交通部已经会伫即个拜六进行检验，总共有通过，就会发出营运许可。新北市政府是表示，希望会当拼伫即个旧历过年进程来通车。工作人员伫安溪轻便铁路14场站附近继续施工。安溪轻便铁路已经伫去年12月11办理初勘，若要完成改善事项，报请着交通部搁再来会勘一改。一个拜六会勘完成了后，若准改善事项有完成，就会当摕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啊。我是觉得很方便因为到安坑一下就到了。对，就是如果是住那边的话，来这边会很方便。它很麻烦，它不是要到大坪林吗？对啊，然后还要再换，然后上班的地方在蓝线，那这样多换2次，其实还不如搭公车可以站到。全长7公里半的安溪轻便铁路路线由安泰路起头，沿着安一路向北行，下过着国道3号甲中安大桥，引导了后向东设溪8站。甲新店14场地区相接，总共有9个车头，而且会当相接到大台北都会区捷运路网。通车了后，安溪地区到台北市的通车时间大概会当减少15分钟至20分钟。交通学者分析讲，安溪轻便铁路对在地交通，特别是有通勤需求有一定的帮助。不过也要思考讲，伫咧无人坐车的时段，需求量较低，这营运敢法度紧起来。尖峰时间过了以后，就没什么人了。捷运这个对，如果只是服务尖峰的时候。这个也需要考虑。旧历过年特别到啊，新北市政府是摒讲通过交通部的会勘作业了后，希望伫咧过年进行通车，配合着安溪轻便铁路特别通车。新北市交通局规划附近有4条的接送公车路线。地方民代也呼吁讲，这安溪轻便铁路通车的时阵，这边仔U bike也应该爱装起嚟，通好来实行方便民众交通。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甲落地有关系，这是国际能源计数大起，台电伫去年是了钱了2675亿，按算伫今年会阁继续了2785亿。台电即马是拍算要起电费钱，台电表示会交予电价审计委员会来审，有可能伫旧历过年后会调悬，也毋过要安怎调悬，即马也伫讨论。挂 AR 目镜，台电当年模拟维修变压器进前技术，这时也是台电的年度技能竞赛，计共1220名员工参与。不过外界阁较关心，台电去年累积了2675亿，今年有个月阁了2785亿，2年加起来了超过5400亿。要安怎因应？敢会起电费？台电公司都会在送电价委员会的时候，才会把这些相关的方案提出来。所以我们在电价委员会要审查，我们的预估也是3月份才会做审查。所以今年过年之前，我们大概都不会提这些相关的方案。台电回应，即个国际通膨，中油、台电当地第一线稳定国内物价，也出现亏损的现象，希望调整合理的计数。毋过爱交予电费审议委员会审核。因为会议通常都是3月举行，那真正要起价嘛，要等到过年后。我是觉得应该，真的，那负担是难免的啦。你看，我们的电费也不会说比国外他们贵啊。台湾现在面临到整个物价这个压力的时候，通膨压力的时候，我想对于电价调整还是必须要非常审慎的做处理。当然，它调整之后，这个时间点希望是过年后调电价。以外恐怕他的错误的能源政策恐怕要进一步来检讨。台电代理董事长指出，开审议委员会时阵，才会讨论到要起偌济国起价对象。不过，立委拢建议莫造成民众上大的负担，会当为用电大户或者是小可调整来思考。然后民众认为，通膨是国际的趋势，虽然起价负担变重，也毋过是合理的现象，支持起价。记者王刘婷、面交款高雄报道。若是日关的大乡容器公司，伫去年11月份就提出公司的大量改聘计划书，一届要甲96个员工洗头路，内底45个是台湾人，有51个是外劳。即马特别过年啊，阁无透露员工是真歹过。昨昏起，新竹县政府头前抗议，要求县府主持公道。过场没钱之前，有钱过场没钱之前。员工手提抗议牌啊，来到县政府，希望县长斗3工。新竹县大象容器去年年底将公司96个员工洗头路，另外也传出公司应该发给员工的遣散费用出问题。员工讲，这个年恐惊会真歹过。过年大家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支出，要用很多钱嘛。那我们现在没有金钱来路了，那人家过年高高兴兴。我们过年就要，因为大想我们会哭啊。被之前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是被合理的对待。我们合理的对待就是必须是在当我们要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该所有给付给我们的金额、现金全部都到位，而不是一张债权凭证就把所有辛苦的劳工都打发掉了。新竹县劳工处表示，针对员工的诉求，顶个月劳资双方已经开过协调会议，11下晡会搁再讨论一摆。未来若是公司无照规定发改聘费用，县府会先罚公司30万至100万。我们希望在今天下午3点召开的调解会能有对于劳工有益还有有利的这个进展。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劳工处将会持续的主动的来关心这个议题啦。那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法规还有我们中央还有我们自己县政府的各种资源来协助我们劳工来保障他们的权益。针对公司近年一边裁员，一边搁继续对外招技术性人员，劳工处已经要求公司暂停找人的动作，未来会协助保障劳工的权益。到记者截稿进前联络大象公司，目前无相关回应。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推动热能，政策单位拢有伫储备顶按太阳能板。伫苗栗的北标公有市场嘛同款，因伫临时打伤的这个所在顶头储备顶嘛有安，也毋过近摆一落雨，雨水就会对空棚滴落来。即马市公所是先伫太阳能板顶头打铁片，安尼才袂压雨。
苗栗市公所响应绿色能源，伫苗栗市北苗公有零售市场的临时大头区改建的所在，加一大片太阳能板当作厝顶。要不若是拄着落雨天，大头伫太阳能板下面做生理，毋但爱踩雨伞，民众来买菜嘛爱穿雨衫，大家拢真有怨言。它会整坨雨一起下来，整坨水一起下来，所以客人有的时候进来雨伞放下来之后，然后就站在这里就。我们是心疼客人呐，会上面下大雨，底下下小雨，客人也会影响啊。尤其现在又年关到了，我们也好不容易，大家民众就是想说，像我们做生意，就短短这一个短期能够做一点，大家好过年这样，就搞成这样子啊。公所讲，原先大头区更给厝顶，因为是违建而且辛苦啊。去年11月由太阳能的厂商出钱，甲厝顶改建成做太阳能板，并且讲每年17%卖电的收入来做租金，应增加市库收入。不过因为太阳能板中有芳，落雨天大概是真无方便。已经接到这大头的反应，有加过年了后，伫太阳能板下面来铺这个铁壳板。我们底下会加设一些做铁皮的浪板，把缝隙的部分整个处理掉，它就不会了。所以我们年后大概就会施工了。施工了以后呢，整个就不会漏水了。北苗市场伫1999年启用，室内单位150个，户外临时大头的所在有10个。排单的人讲，因为改建的工程人客变真少，公所讲这阵工程也未验收，而且太阳能业者有讲袂互大头淋着雨，后续一定要求水沟拢袂漏水。记者综合报道。过去大家拢无爱烧粪扫的焚化炉设伫阮兜边啊，所以呢，大家拢无介意焚化炉。啊，毋过即马嘉义县政府透过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方式，由政府出钱交予民间来经营。即马焚化炉嘛当当作好厝边，因为佫会当变作生态运动教育空间。嘉义县邮局种喺土内底，嘉义县陆草乡的粪扫焚化场，伫厂内永续宣传示范园区内底。配合嘉义大学，要来培育这个台湾原生种的食物。那又是我们的台湾的特有种、原生种，所以我们才会更积极的来富裕这一个部分，而且大量的推广出去给大家来种，就是希望，除了航局之外，嘉义也有一个未来或许也可以有一个能够媲美航局的这样的一个新兴产业。过去烧粪扫的焚化场，拢是社区无希望活的设施。嘉义县政府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的方式，结合政府甲民间企业，互焚化场唔单只是烧粪扫，会当加做生态运动教育的空间。不但是焚化炉的一个主改已经完成了，甚至我们把荷包鱼还有附近的这些邮局啊，都可以来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来富裕。那可见啊，这个民间参与我们的公共建设，真的是一个可行的路。这个园区它会具有多样性。从整个生态的保育，包括邮局的富裕，所以这样的空间未来不是邻避设施，这样的空间会跟乡亲的亲近性会非常的强。焚化场嘛，甲嘉义大学合作，利用阿里山邮局开发一寡产品。嘉义大学表示，目前厂内已经有种3分瓦，是本地保育面积上大的基地。希望未来会当丰富邮局的基因，提悬这个食物的生长，替嘉义增加新的农业产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战争拍要一冬。伫战争当中，囡仔上可怜，加上即马断水断电，战争是影响乌克兰民众的日常生活，嘛影响真侪囡仔。伫乌克兰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伊的梦想是要成做奥运的体操选手。虽讲即马日子过甲真艰苦，也毋过囡仔无放弃，继续要拼伊的奥运冠军梦。车本到弹球射练接球100完成，这个敢若9岁乌克兰查某囡仔以外，伫老师的指导之下拍拼练动作。Я занимаюсь 4 г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гимнастикой. Я хочу стать олимпийской чемпионкой. 想要争做奥运的冠军已经毋是简单的代志，即马佮拄着俄乌战争，以外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就忽然间空袭警报，伊只好秘伫地学习避难，等结束了后才回来练习，但是问题来啊。Просто когда мы занимаемся, мы размяты, и когда мы спускаемся в подвал и поднимаемся, то мы уже не размяты, и нам сложнее потом размя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том будет меньше времени, чтобы отработать свои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еред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ми.
伊嘛承认讲，伊即马和较早的状态是有差的，但都算环境遮尔歹，伊嘛无想要停落来，决心要对奥运冠军这个梦想一直行。在坚强的外表之下，战争其实伫伊的心内已经流一顺空嘴。Этот первый день войны был самым ужасным днем вообще во всех моих дней, которые я прожил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мы проснулись, началась паника, тревога. 这回唔但是冲击以外的奥运梦，连俄罗斯对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一直拍，停电已经是定有的代志。倒伫基辅的以外，规家伙仔都喺学伫战火内面求生存。点蜡烛来食暗顿，看起来罗曼蒂克，其实因是真惊，以外父母随时拢监控，看有飞弹来无。Если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очью, это гораздо все сложн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ты надеешься, что даже если ракеты летят, они летят не в тебя. Но если их много, и если уже есть прилеты, тогда мы начинаем будить детей, одевать и спускаться в подвал. 联合国警告，乌克兰即马会使讲所有的囡仔大约700万个，是要面对无水、无电、无烧气的状况。即马战火无停，气温阁一直降，因的生存嘛拄着更较大的风险。公司新闻陈文英编译。来关心，则拄摕到美国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女主角嘅马来西亚的查甫明星杨紫琼，70时阁摕到第80届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佮同齐搬即出电影嘅关继威嘛摕到最佳男配角。那今年的金球奖嘛是疫情过后头摆阁恢复实体嘅颁奖典礼。Michelle Yeoh,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来到60岁杨紫琼，演艺事业是愈来愈好，也愈来愈旺。伫摕到好莱坞指标性的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女演员奖了后，煞来提走金球奖。妈妈的多赞宇宙，互伊入围真侪国际演艺奖项，连续摕下大奖，也为后续的奥斯卡这重量级大奖有先来铺路。This is also for all the shoulders that I've stand on, all who came before me, who looks like me, and all who are going on this journey with me forward. So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n us. Thank you. 到底演出的关继威也摕下最佳男配角奖。I was raised to never forget where I came from, and to always remember who gave me my first opportunity. I am so happy to see Steven Spielberg here tonight. Steven, thank you. 大咖史皮博也回应当年演出《魔宫传奇》的关继威的感谢。史皮博伫即届金球奖上款真有收获，回顾伊的青春成长期甲电影事业启蒙的过程的法贝尔曼，带观众见证大规模传奇的诗篇，互伊摕下戏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奖。另外，本届入围8项的伊尼舍林的女妖，除了赢到音乐戏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剧本，主演的克林法洛也得到音乐类最佳男演员奖。戏剧类男演员奖是颁予《猫王艾维斯》的奥斯汀·巴特勒。而无参加这摆典礼的澳洲女明星凯特·布兰奇伊塔尔摕下戏剧类女演员奖。最佳外语片颁予阿根廷影片《阿根廷1985》。伫最低前深的金像奖导演吉勒摩·戴托罗以小茶鸭《皮诺丘》摕到最佳动画片。这2年金球奖因为赔付的设置整作甲成烧了争议不断。去年 NBC 也拒绝宣布颁奖典礼，而《捍卫战士》独行侠入围最佳影片的汤姆·克鲁斯也因此退回3座奖座。本届典礼是疫情了后头一摆实体活动，包含今年摕下女配角奖的欧巴续集安琪拉·贝瑟真侪明星，也拢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具有80年历史的金球奖典礼。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即马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5度。而咧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13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